啊，法国伫初三半暝啊，启动自25年来头一座新起的核反应炉。这项本地计划是已经慢12年，成本嘛比进前按算的加4倍。也毋过法国电力公司是表示，因已经对失败内底去学着教训，因讲嘛要甲核能的设计推广到其他国家。另外，8月底强风是扫过澳洲的东南部，这是害当地土炭发电的比例头一届是降到50%以下。前年12年，法国宣布伫初三透早启动25年头一座欧洲压水核反应炉。这座新起的核反应炉伫诺曼底西北沿海地区佛拉芒维尔电厂，也是法国第57座核反应炉。欧洲压水核反应炉是欧洲核工业伫1986年苏联切诺比核能灾害了后，为了重振核工业所提出的高阶计划。设计案伫1992年启动，国家重视安全效率，嘛兼顾发电的效率。法国电力公司是讲，新的核反应炉伫投入运转了后，是法国上强大的核电厂，会当为200万户家庭提供稳定的电力。法国新起的核反应炉最后成本达到132亿欧元，差不多是台票4690亿，比原先预算加4倍。搁比法国电力公司伫中国甲芬兰所起的类似反应炉开更较久的时间。不过法国电力公司讲，因已经得到教训，未来会缩短营建时间。目前法国电力公司已经得到英国的合约，虽然最近几60年来核能产业的全球订单一直降低，不过法国电力公司讲，因要努力把核能设计出口去别个国家。法国新起的核反应炉是总统马克宏要推出的计划，伊讲至少要兴建6座新的核反应炉。不过法国电力公司也是面临受人权的障碍，包括国内反对声音、政治的对立，以及用资计划这问题。伫澳洲方面，8月最后一礼拜，燃煤发电占比伫所有的能源组合内底，头一届降到50%以下。气候金融专家巴克利讲，这种的数据是因为伫过去几天，强风吹过澳洲的东南部，使得风力发电量达到差不多平常时2倍，也致使电网需求减少20%。虽然澳洲也是全球主要的土炭甲天然气的出口国，并且正挖靠化石燃料来维持供电，不过数据显示，澳洲去年的燃煤发电占比，甲2006年的87%比起来，已经落到56%。风力甲太阳能的发电量，伫去年的发电占比是31%。澳洲拢总有16座燃煤发电厂，大部分的发电厂会伫未来几年关起来，转向投资太阳能甲风力发电这的再生能源。而且澳洲政府伫初时公布要伫南澳甲维多利亚省执行6个电池都联计划。不过巴克利是讲，澳洲对这的产业的投资也是输予其他国家。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嘛警告，因为需求有可能搁增加，对再生能源市场的投资一定要持续而且加强，避免未来几十年有停电的可能。公司新闻16部编译。